第5天，東非的12伊瑪目派霍迦人，我哋同心祈禱。親愛天父，願分佈喺全球嘅總人口約有12.5萬霍迦人能夠遇見主耶穌，佢哋相信最後一位嘅第12任伊瑪目被賦予彌賽亞嘅角色，並且據說有一天將與以撒，即係主耶穌一同再臨，帶俾世人和平同埋公義。求聖靈光照霍迦人，透過異象異夢向你哋顯明真理。唯有主耶穌先係佢哋嘅彌賽亞救世主。願神嘅話語能使佢哋更加明白主耶穌，接待並且相信主耶穌，成為神嘅兒女。求神興起東非嘅基督徒，你嘅子民成為大發熱心嘅見證人，柔和謙卑，與佢哋嘅鄰居霍迦人分享好消息。最後，求神在霍迦嘅社區中興起歸主浪潮，使更多霍迦人受洗，成為主嘅門徒，歸入基督嘅名下。奉主耶穌基督聖名求，阿門。